你敢信？短短幾年時間，元朗天水圍上水呢啲新界老牌街市，直接由日日逼爆行都行唔到嘅煙火聖地，變而家空蕩蕩冷清清，大把攤檔丟空嘅空城街市。捱咗10幾20年風雨無憂，最肯搏最死撐嘅老街檔主，竟然一齊喺租約到期之後甩手走人，話唔做就唔做。呢班人係全港最捱得、最抵死嘅基層小生意人。大熱天頂得順，打風落雨都死守，過年都唔捨得休息。究竟係幾咁絕望嘅環境，先可以逼到一班勤力大半世嘅老街坊甘願放棄死守？幾十年嘅生計，係佢哋懶，係佢哋唔識變通，定係時代轉變，成本狂炸，新征前路茫茫，幾重壓力夾埋，逼到佢哋冇路行。今日唔講官方大話唔晒，死板數據唔吹噓，我完全企喺前線檔主、老街坊、基層市民嘅角度，同大家深度拆解香港新界老街市極速凋零、煙火散盡嘅殘酷真相。話你知呢個陪住幾代新界人長大、撐起無數基層家庭、留住香港最地道市井溫度嘅老街市，係一步步跌入前所未有嘅寒冬。熟悉新界生活嘅朋友都知，元朗、天水圍、上水呢3大區絕對係全港最純粹、最集中嘅基層居民區。呢度冇中環嘅奢華，冇尖沙咀嘅繁華，密密麻麻嘅公屋居屋舊式唐樓，住咗幾十萬老老實實默默打拼嘅香港普通人、打工仔、基層家庭獨居長者，構成咗呢片土地最真實嘅生活底色。而散落各區深入社區嘅老牌公眾街市，就係呢幾十萬街坊日日離唔開最貼地、最有人情味嘅生活命脈。講得直白啲，新界老街市根本唔單止係買餸賣嘢嘅地方，係幾代新界人嘅集體回憶、生活寄託、民生根本。10幾年前，你朝早7、8點落街行街市，一定俾撲面而來嘅煙火氣震撼。成個街市人聲鼎沸、墟冚熱鬧，每條通道都逼滿買餸街坊，忙到唔停嘅檔主人山人海、絡繹不絕。菜檔嘅青菜日日新鮮，款式多多；魚檔嘅海鮮生猛跳跳；肉檔嘅鮮肉色澤靚、品質穩。仲有乾貨、糧油、滷味熟食、水果樣樣齊，一應俱全。同連鎖超市冷冰冰嘅裝修機械式服務，千篇一律嘅貨品完全唔同。老街市最珍貴嘅就係人情味。檔主同街坊多數識咗10幾年，熟口熟面買賣，唔係淨係交易，仲有寒暄傾偈、噓寒問暖、貼心推介。見到老人家會主動揀靚貨，幫佢慳返幾蚊熟客，唔使開口都會留低最新鮮嘅食材。呢種溫暖細膩嘅市井溫情，係任何超市外賣平台永遠抄唔到、學唔嚟嘅。嗰陣嘅老街市，無論工作日、週末假期，日日人流不絕，煙火不息，攤檔根本唔會空置。能夠租到一個街市固定攤檔，當年係好多基層人心目中穩陣踏實，可以做一世嘅生計。但由2016年食環署新一輪街市租務改革開始，呢個穩定幾十年、欣欣向榮嘅民生格局徹底被打破。以前公眾街市租攤永遠搶破頭，供不應求，大把人排隊爭住入場，老檔主安居樂業，穩守經營。但近幾年租務情況徹底反轉。官方對外宣傳永遠話招商熱烈、進度理想，但實地情況就慘淡到離譜。新入行嘅創業者寥寥無幾，反而做咗10幾20年，撐起街市大本煙火嘅資深老檔主，一批又一批到期結業、離場走人。尤其係街市最核心、最揾辛苦錢、最剛需嘅菜檔、魚檔、海鮮檔、鮮肉檔，流失情況最嚴重，10檔有9檔都唔做，直接導致而家新界老街市空置率爆升、煙火散盡。好多人唔知情，以為呢班老檔主係賺夠咗，想退休嘆世界，唔想辛苦。其實完全唔係。呢班紮根街市大半世嘅老街坊，從來都唔係怕苦怕累、貪圖安逸嘅人。佢哋日日死撐，全年無休，靠自己雙手養家，供書教學撐起頭家。佢哋集體離場，絕對唔係自願，係萬般無奈、走投無路之下嘅被動選擇，係被時代轉變、成本壓榨、政策未知逼走。表面睇只係攤檔空置、老店結業，深層就係香港基層民生生態崩塌、市井文化急速消失、基層生計越嚟越少嘅真實寫照。成本高壓、人流暴跌、人才斷層、政策迷茫，4大死結層層堆疊，將曾經熱鬧繁盛嘅新界老街市硬生生推入幾十年未見嘅冰冷寒冬。好多唔入行、唔了解街市實況嘅外人，一直有個好大誤區，以為街市擺攤係輕鬆自由、賺得舒服嘅小生意，時間自由，唔使俾老闆管，門檻低，穩賺不賠。但只要你同資深老街檔主傾過偈，見過佢哋嘅日常，就知呢個諗法大錯特錯。街市生意
絕對係全港最辛苦、最捱身體、回報最微薄嘅苦力行業，辛苦程度遠遠高過大部分寫字樓打工仔、商場店員文職。呢個亦都係老檔主一個個撐唔住陸續離場嘅核心原因。街市檔主嘅一日辛苦程度遠超普通人想象，完全冇朝九晚五、雙休放假規律作息可言。每日凌晨4點幾，天光之前，成個城市仲係漆黑一片，人人仲瞓緊覺。老街檔主已經起身梳洗，準備出門，趕去批發市場搶新鮮貨做新鮮生意。新鮮度就係命脈，越早入貨，食材越靚，品相越好，損耗越少，越受街坊歡迎。為咗搶到最新鮮嘅本地菜、內地供港鮮肉、近海生猛海鮮，檔主日日早起，風雨不改，絕對唔可以偷懶遲到。去到批發市場揀貨稱重、搬貨點數，全程一腳踢自己搞掂，冇人幫手，冇得依靠幾百斤嘅蔬果、海鮮、肉類，全靠徒手搬運、分類整理，日日如是，年年如是，長年累月嘅重體力勞作，令幾乎所有40歲以上嘅老檔主全部捱出一身職業病，腰酸背痛、頸椎勞損、風濕關節痛係家常便飯，嚴重嘅有腰椎突出、靜脈曲張、氣管敏感，日日受病痛折磨，年紀越大越辛苦。搬貨返到街市依然冇得休息，即刻爭分奪秒洗菜、整海鮮、切鮮肉、執攤檔、清潔場地、擺好貨品，每一個細節都要做到足，務求喺清晨6點早市之前整裝待發，準時開檔。由朝早6點開市，一路死守到夜晚8、9點先收檔，一日足足做14、15個鐘，日日循環，全年幾乎冇休息。就算係新年、中秋、聖誕、元旦呢啲大節日，普通人團聚遊玩、休息放假，老檔主都只敢休1日半日，其餘時間照樣開檔，因為佢哋好清楚，小本生意停一日就虧1日，根本停唔起、休唔起。10幾年前超市未普及，外賣未興起，買餸選擇少，呢份辛苦係有回報嘅，人流穩定、利潤合理、熟客固定，足夠撐得起一個基層家庭嘅日常開支，學費、屋租、生活費。賣得苦就有安穩收入，踏實生活，呢個就係老檔主咬牙堅守10幾20年嘅最大底氣。但今時唔同往日時代，徹底變天，一樣嘅超高強度辛苦，一樣嘅全年無休，一樣嘅身體透支，利潤就不斷被壓縮，越做越薄，辛苦同回報完全唔成正比，嚴重倒掛。而家做街市，日日捱生捱死，隨時一日落嚟白做冇錢賺，做足成個月，扣晒所有成本之後，淨利潤少得可憐。仲隨時虧本，生鮮食材仲有極大不確定性，蔬菜擺半日就發黃變殘，賣唔出；海鮮過夜就唔新鮮，冇人買鮮肉；假日就變質，只可以賤賣或者丟棄。所有損耗滯銷，虧損全部由檔主自己承擔，零補貼、零兜底、零保障，長年嘅體力透支，冇得逆轉嘅職業病，無法預估嘅食材損耗，微薄到離譜嘅利潤，四重壓力夾埋，徹底磨光。那老檔主所有堅持落去嘅勇氣同希望。反觀而家嘅後生仔，完全唔願意入行捱呢份苦。老一輩檔主身體逐年變差，徹底捱唔住。街市高辛苦低回報嘅本質，成為困住所有基層檔主嘅最大枷鎖，亦都係傳統街市慢慢衰敗、逐步消失嘅根本原因。如果淨係體力辛苦，仲可以靠意志力、靠懷德苦嘅本性死撐，但年年瘋漲、只加唔減嘅硬性經營成本，就係直接壓垮薄利街市生意，令無數老檔主徹底絕望嘅致命一擊，將大把檔主拖入越做越虧、硬撐大虧、死守必虧嘅死循環。好多街坊一直誤會，以為食環署轄下嘅公眾街市租金平、收費親民、好抵做係小販嘅避風塘，但真實行內情況絕對超乎大家想象。新界老牌街市嘅攤檔租金長年居高不下，一成不變，完全唔理會而家市道差、人流少、生意難做嘅實況。幾十年嚟，無論市道旺定淡，人流多定少，檔主賺錢定虧本，租金、管理費、清潔費、電費、雜費呢啲固定收費，從來唔會減，從來唔會免，從來唔會體恤基層困境。每月帳單準時到位，1分都唔少，一期都唔可以拖，1毫都冇得傾，完全冇彈性、冇紓困、冇優惠空間。除咗明文規定嘅固定收費，各種隱性經營成本年年加碼，節節攀升，層層疊疊加重檔主負擔。首先係最大嘅入貨成本，近幾年本地蔬菜、內地供港果蔬、豬牛羊鮮肉、近海海鮮、冰鮮食材嘅批發價持續上漲，直接拉高檔主最大嘅支出。食材係街市生意嘅根本，入貨價升1毫，零售價就好難加價，利潤直接被壓榨1截。
除此之外，燃油運費、貨車保養、街市停車費、保鮮耗材、包裝袋、清潔用品、水電損耗等等細碎開支，樣樣加價，年年變貴。對於靠酒量揾食利潤好薄嘅街市小生意，每一筆新增開支都係雪上加霜。好多老檔主坦言，而家日日朝早做到夜晚，捱盡辛苦，賺翻嚟嘅營收大部分都用嚟交租交費填成本坑，真正落袋可以養家嘅淨利潤少到可憐。更加致命嘅係人工成本，大部分老檔主都年過半百，體力衰退，自己一個人根本搞唔掂。入貨、搬貨、擺賣、清潔、收尾全套工序必須請兼職幫手。呢筆每月固定人工開支，進一步壓縮微薄利潤，令經營壓力翻倍暴漲，多重成本持續堆疊，層層壓榨之下，新界街市小生意徹底失去盈利空間。絕大部分檔主都陷入做得越多賺得越少，捱得越苦虧得越多嘅惡性循環。以前做街市係穩陣生計，可以養家糊口，而家做街市係硬撐虧損，壞壞身體，白費心機。無數老檔主都嘆，而家死手攤檔根本唔係揾錢，只係勉強撐場面，頂日子，繼續做落去，只會越蝕越多，越捱越窮。喺呢種冇利潤、冇前景、高壓榨嘅困境之下，租約到期果斷離場，及時止損，就係所有理智老檔主最無奈、最正確嘅選擇。高昂成本仲可以慳錢，縮開支咬牙死撐。但街坊消費習慣徹底改變，街市人流斷崖式暴跌，熟客大量流失，就直接斬斷咗老街市最後一條生路，成為壓垮傳統街市、令行業崩盤嘅致命一擊。好多老檔主都好記得，10幾年前嘅新界老街市絕對係片區最旺、最剛需、無可替代嘅民生消費中心。嗰陣元朗、天水圍上水，商業配套好單一，大型超市好少，社區食材店寥寥無幾，生鮮外賣完全未興起。幾十萬基層街坊想買新鮮、平價、款式多、可以親手揀、可以傾價嘅新鮮食材，唯一靠譜、抵用、貼心嘅選擇就係老牌公眾街市。當年老街市有早晚兩大穩定人流高峰，朝早6點到10點係主婦長者買餸高峰，傍晚5點到8點係打工仔家長補貨時段，日日墟冚，日日爆滿。只要你食材新鮮，做人老實，價格公道，用心經營，就一定有熟客、有生意、有穩定收入，完全唔使擔心冇客源。但隨住城市發展，消費模式全面迭代，香港基層嘅買餸習慣徹底換晒。近10年，大街小巷都係連鎖生鮮超市、社區食材、小店、便民便利店，覆蓋所有屋邨同街道，再加手機落單、足不出戶、送貨上門嘅新鮮外賣平台全面普及，憑住極度便捷嘅服務，快速搶佔基層市場，新式消費渠道優勢十足，營業時間超長，全年無休，揀貨方便支付，簡單經常平賣促銷，仲有免費送貨，完美貼合現代人忙碌怕麻煩、求快捷嘅生活節奏。反觀傳統老街市嘅短板，喺對比之下被無限放大。要專程落街，高峰期要排隊，只可以現場揀貨，貨費時費力。曾經必不可少嘅民生核心場地，徹底變成街坊嘅次要選擇、懷舊去處。在野唔係日常首選，大批量熟客被超市、外賣社區、小店分流稀釋。新界各大老街市人流逐年暴跌，日日萎縮。以前逼到行唔到路嘅熱鬧場面一去不返。取而代之嘅係全日冷清、寥寥數客、死氣沉沉嘅慘淡景象。好多檔主由朝守到晚10幾個鐘，一日落嚟冇幾單生意，營收連交租、填日常成本都唔夠，入不敷出，慘淡經營成為常態。就算老檔主死守本心，日日準時開檔，日日換新食材，用心打理、真誠待客，都救唔返流失嘅人流。下滑嘅生意，天氣好、人流多嘅月份，仲可以賺少少辛苦人工。一落雨、一凍一熱、打風、假期分流，客流即刻腰斬，直接白做甚至虧本。呢種被動靠天食飯、靠人流揾食嘅經營模式，喺新時代消費浪潮衝擊之下，徹底失去競爭力、失去生機。冇人流就冇生意，冇生意就冇收入，冇收入就頂唔住成本，頂唔住成本就只能結業。呢個無解死循環，注定咗老街市一步步衰敗、煙火散盡。比起成本高、人流少呢啲肉眼可見嘅問題，街市行業最深層、最致命、最難逆轉嘅危機，就係徹底嘅人才斷層，後繼無人，世代斷檔。呢個先係新界老街市最終會凋零退出民生舞台嘅根本病根。大家隨便行入元朗、天水圍上水，任何一間老牌街市都會見到一個好扎心嘅畫面。而家死守攤檔、苦苦支撐嘅，清一色都係中年同長者，全部40歲以上，大把50、60歲檔主。
幾乎完全見唔到30歲以下嘅後生仔。而家堅守嘅檔主全部係做咗10幾20年嘅老行尊，習慣咗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全年無休嘅辛苦作息，熟晒入貨門路、食材技巧、街坊口味，靠住多年口碑同經驗勉強為生。但呢份養活幾代香港基層人、撐起新界民生、承載無數回憶嘅行業，已經被當代後生仔徹底放棄，令新人願意入行，令年輕人願意接手，完全後繼無人。原因好現實、好殘酷。街市擺攤係純體力、高辛勞、低回報，冇體面、冇福利、冇保障、冇晉升嘅辛苦工。凌晨3、4點就要起身奔波，日日10幾個鐘苦力勞作，全年冇固定假期，冇勞工保障，冇底薪補貼，收入睇天食飯，極不穩定。再加街市環境常年潮濕悶熱，地面泥濘空氣混雜腥味同濕氣，長期做對，身體損耗極大。而家後生仔就算人工差唔多，都寧願揀乾淨、舒服、作息穩定、體面輕鬆嘅文職商場銷售服務業，絕對唔願意入街市捱苦捱累透支身體。冇後生仔願意早起入貨，冇人願意日日苦力，冇人願意忍受惡劣環境，冇人願意辛苦，到頭收入不穩。久而久之，街市從業者老齡化越嚟越嚴重，老一輩逐年退休，捱唔住離場，空置攤檔越積越多，但始終冇新人補位。呢個唔係個別街市問題，係全新界老牌街市嘅普遍通病。短短3、5年之內，最後一批老檔主都會因年紀同身體問題全數退落。如果依然冇年輕人接棒，陪伴新界人幾十年嘅老街市就會徹底斷代、徹底消亡。到時街坊想喺家門口買平價、新鮮地道嘅本土食材，只會越嚟越貴、越嚟越難、越嚟越冇選擇。基層僅存嘅民生福利、市井溫情，都會隨住街市消失、煙火散盡，一齊退出大家生活。成本壓力、人流流失、人才斷層都係日積月累，慢慢蠶食街市生機嘅慢性絕症。而近年推行嘅街市外判新政、未知改革變動，就係壓垮最後一班堅守老檔主，徹底擊碎所有人希望嘅最後一根稻草，令原本苟延殘喘嘅街市生態徹底走入死局，再無翻身機會。幾十年嚟，食環署轄下公眾街市一直用緊一套成熟穩定有人情味嘅經營模式，亦都係老街市可以興旺幾十年、深得民心嘅關鍵。政府負責提供場地、基礎設備、簡單管理，絕大部分經營自主權全部交俾小販檔主。檔主可以自主入貨、自主定價、自主調整貨品、自主安排營業時間，自由度極高，彈性十足，靈活變通。檔主可以跟住街坊消費能力調價，跟季節換食材，跟人流改作息，唔死板唔僵化，夠貼地夠親民。正係呢種有人情夠靈活嘅模式，先可以造就香港老街市數十年嘅繁華，亦都係街坊中意幫襯街市多過冰冷超市嘅最大原因。但近年天水圍率先試行，後續逐步鋪開嘅全新街市改革，直接一刀切推翻幾十年嘅成熟舊規矩。官方明確宣布，新界多間老牌街市將會全面外判，由單一第三方私營營運商全權接管、統一管控，取代政府原有管理模式。簡單講，未來公眾街市會徹底取消散戶自主擺攤、自主經營嘅傳統模式，攤位分配、租金定價、經營規矩、貨品標準、衛生要求、營業時間、獎懲制度，全部由外判公司話事，一刀切統一執行。呢套全新商業化模式，令過往經驗參考，令清晰惠民細則，令明確收費標準，令完善保障機制，從頭到尾充滿未知同風險，令全港新界老街檔主人心惶惶，人人自危。所有檔主都滿心擔憂，新政之後租金會唔會翻倍暴漲？細攤平價，檔位會唔會被取消改造？深耕半生嘅散戶、老檔主會唔會被清場，徹底冇得做？幾十年嘅謀生方式會唔會一朝被取締？做生意最驚前路未定，規則突變，變數太大。當未來充滿未知，隨時全盤洗牌，心血隨時歸零，絕對冇人夠膽投資擴張、升級創新。於是全港新界老檔主齊齊選擇保守、觀望、收縮經營，減少投入，穩守自保。大家減少入貨，精簡貨品，唔翻新攤檔，唔優化服務，唔擴充規模，唔做長線佈局，寧願少賺，都絕對唔敢冒險虧本。呢種集體躺平、唔敢投入嘅心態，直接引發惡性循環。檔主投入越少，街市越冷清，街市體驗越差，街坊越唔嚟幫襯，人流越少，生意越淡，生意越淡，越多檔主離場，空位越多，煙火氣越散。新政帶嚟嘅巨大不確定性徹底磨滅，買路檔主最後一絲希望，令本就艱難維生嘅街市生態徹底崩塌，再無生機。
最令人唏噓、值得大家深思嘅係新界老街市嘅衰敗，從來都唔係單一問題造成，亦都唔係單方面受損，而係一場徹頭徹尾、三方皆輸嘅零贏家困局。小販檔主、管理部門、基層市民三方全部受害，全部受困，冇一方可以獨善其身，輕鬆破局。所有人都只可以眼睜睜睇住市井煙火慢慢消散。首先係最弱勢、最辛苦、最無助嘅老街檔主。佢哋冇資本、冇後台、冇資源、冇退路，一世靠雙手苦力揾食，靠細攤養家，老老實實腳踏實地。面對年年加價嘅成本、日日流失嘅客源、薄到離譜嘅利潤、捉摸不定嘅新政，佢哋徹底進退兩難，無路可走。繼續做就係日日透支身體，懷盡艱辛，最後仲要越做越虧，徒勞無功。放手走就係捨棄幾十年心血，告別熟客街坊，丟掉畢生生計，放棄半生情懷。一切打拼付諸流水，每一個離場嘅老檔主都唔係輸俾懶惰、輸俾無能，而係輸俾時代、輸俾成本、輸俾政策、輸俾大環境嘅殘酷碾壓。其次係街市管理部門同樣陷入兩難困局，束手無策。公眾街市設立嘅初心從來都唔係賺錢創收，而係為民生配套，宗旨就係服務基層、平抑物價，提供平價新鮮食材，穩定民生。但而家檔主批量流失，攤位大面積空置，新生代絕跡，公共資源嚴重浪費。街市原本嘅惠民平價服務功能持續弱化，逐年失靈。一邊係舊街市日漸蕭條，煙火散盡，民生價值衰退；另一邊係新街市改革爭議不斷，落地緩慢，招商困難，新模式飽受質疑。部門想活化街市，留住煙火保障民生，卻冇有效可行嘅辦法，只可以被動觀望，無力挽救，睇住老街市一步步沒落消亡。最後受害最深、最無辜嘅就係千千萬萬新界基層街坊。元朗、天水圍上水公屋密集，基層家庭扎堆，大部分都係打工家庭、低收入家庭、獨居長者，日常開支精打細算，分毫必計，極度依賴平價新鮮食材同親民消費。超市售價偏高，冇得傾價，貨品死板，外賣仲要交運費、包裝費、平台抽成，長期消費好唔抵。唯獨傳統老街市可以做到新鮮平價，選擇多，可揀可傾，靈活貼心，實實在在幫基層家庭慳錢，守住生活成本底線。但隨住老街市持續萎縮，攤檔大減，貨品變少，人情味消散，再加新式街市配套落地滯後，追唔上人口同需求增長，新舊交替嘅空窗期，將所有物價壓力、生活成本壓力全部轉嫁俾普通市民。而家街坊買餸，平價選擇越嚟越少，新鮮貨品越嚟越稀缺，買菜越嚟越費時費錢，基層民生福利、生活幸福感、便利度持續縮水。一場街市凋零，牽動全港基層民生命脈，耗盡香港幾十年市井底蘊同人民溫情，最終只留低滿目冷清，無盡唏噓。而家嘅新界老牌公眾街市正處於新舊交替、最尷尬、最迷茫、最無助嘅真空轉型期，進退兩難，前路未知，出路渺茫。舊有傳統經營模式已經追唔上現代人嘅消費習慣、生活節奏同市場需求。老一輩檔主有心守護，有情堅守，奈何體力不支，無力回天，獨木難支。全新現代化營運模式、年輕化經營思維、新式民生規劃，遲遲未能換線落地。行業新生代徹底斷層，無人接棒，後繼無人。再加政策變數，成本高也，人流暴跌，人才缺失，多重困境互相交織，持續惡化，令呢個陪伴幾代港人成長、守護基層民生數十載、承載無數集體回憶、保留香港地道市井煙火嘅民生陣地，迎來咗開業以嚟最冰冷、最漫長、最殘酷嘅寒冬。冇人可以準確預判老街市嘅未來，唔知道呢啲充滿人情味、滿是煙火氣、承載基層溫度嘅街頭市集，可唔可以衝破困局，浴火重生，重拾往日繁華，繼續守護新界街坊嘅平價民生，延續地道市井文化。亦都唔知道幾年之後，最後一批老檔主全數離場，呢啲老牌街市會唔會徹底凋零退場，靜靜退出香港民生舞台，成為一代人永遠回唔去嘅懷舊遺憾。最後我想問大家，紮根新界數十年，養活無數基層家庭，承載幾代人回憶嘅老街市，終究抵唔住時代更迭、成本壓榨同政策變動，捱足半生嘅老檔主無奈離場，基層市民失去平價民生，依託地道市井煙火逐步消亡。呢一切究竟係時代發展嘅必然代價，定係民生治理嘅疏漏同缺陷？當傳統人情味被冰冷商業化取代，普通人生活成本節節攀升，本土市井文化慢慢消失，基層福利持續縮水，你有咩睇法？
歡迎喺評論區留言分享、傾偈交流，講下你嘅親身經歷同真實感受，一齊正視香港基層民生現狀。鍾意呢條片，想繼續睇更多香港市井真相、基層民生真實故事嘅朋友，記得即刻點讚、關注、訂閱、打開小鈴鐺，我會持續更新跟進，帶你深挖更多香港街頭巷尾、不為人知真實走心嘅社會真相。